由高中生成立的团体中华借路行动，举办这少年人真宽阔活动，邀请这白色恐怖受难者简中生，加27部队网界主编洪品娥来分享到这白色恐怖迄段历史，希望大家会当加讨论公共议题，站出来关心台湾的历史甲未来。 白色恐怖受难者简中生分享过去互警察掠器官的经验。伊是1947年出世的，伫高雄读册时阵，因为涉嫌牵涉到叛乱罪，被关7年。1974年出监了后，有将近20年的时间拢受到监视。迄阵啊是安尼想讲，哎，好过就好啊，7年就准煞。但是转来了真吃力，迄管区警员差不多2、3天就来。 上班1礼拜就来，安怎去到倒位上班，去倒位做工课啊，就去甲头家讲袂使请我。高中生成立的团体中华借路行动，举办一场少年人宽阔的活动，邀请白色恐怖受难者前辈，佮27部队网界主编洪品娥来演讲，希望少年家会当站出来讨论公共议题，关心台湾的历史甲未来。你若是对这个议题有兴趣，你就应该就是主动来学习。其实即摆网络的资源嘛足多，啊，册嘛足多，电影嘛足多。真侪阮学校的同学拢感觉白色恐怖是一个考试会考到啊，学校老师会讲到的物件，只是一个过去发生过的代志。伊其实跟咱的民主、跟咱的转型正义有真大的关系。 中华借路行动表示，行政院去年核定5月19是白色恐怖记忆日。虽讲这阵纪念日甲这日实施条例修法无纳入这项纪念日，但是希望透过活动，让大家继续讨论这段历史，为过去人权受到压迫的故事，了解台湾民主这条路是安怎行出来的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